果洲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生活着国家1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。近年来，保护区管理局推行了社区共同管理的模式，既让滇金丝猴得到了有效保护，也让当地世代狩猎的傈僳族同胞从猎人变成了护猴员，成为了生态环境自觉的守护者。这个是猴家家，猴家家是有在6只母猴。今年是生了4只小猴吧，猴家家最大的一个家庭，他们总共就降出来是19只左右。每天定点巡山，观察记录每个猴群的活动情况，是巡护队的主要工作之一。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世界濒危动物，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。1983年，我国建立第一个以滇金丝猴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——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保护滇金丝猴最重要的是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。过去保护区内有些村民有狩猎的习惯，保护区就把村民们组织起来，成立巡护队，把猎猴人变成了护猴人。他们的干扰就没有了，就没有打猎了。猴子就是轻松了，因为是轻松，然后呢，它就反弹了，也反弹有，我们就高兴了。巡护员们每天在山里跟着猴群走，久而久之，猴子就把巡护员当成了朋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跑，见着人就跑，所以我们每天跟着猴子，我们没有干扰它。小猴呢，生出来呢，它垂了1年的时候，就是不怕我们。保护区是滇金丝猴生存的家，也是很多村民世代生活的家园。既要解决保护区内居民的民生问题，又要减少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索取。从1998年开始，当地政府加大投入，推广特色种养殖业，鼓励和支持村民种植中药材养蜂，增加村民的收入。我们村民几乎80%是参加的这个巡护队的，一个月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固定的收入了嘛。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几乎每家都是一年是2到3万到4万，有些头能有那么10多万，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呢。近年来，自然保护区不断给响古庆的村民们提供树苗，村民们主动投入到造林工作中。现在，保护区内的村民们保护意识越来越强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保护好滇金丝猴的生存环境，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。这些老百姓啊，他们把这个我们的滇金丝猴保护当成他自己的一个事业来担当，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生态